美声王子许富凯。桃园的朋友，带来一首很应景的歌，大开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 我情风雨的吹，心事的讲袂详细。有时阮会想几暝，但无话讲来做。相信好长渐渐。 今仔真欢喜的，我算是用妈祖看大汉的囡仔，对啊，出道10年，差不多台湾大细细的妈祖庙拢有去唱过，所以呢，今仔日互我麻烦你一下，互妈祖一个掌声，好无？有拍拖有保庇哦，全场有拍拖有保庇哦，我放一点给你。那呢，再来一个尖叫声，也献给我们的妈祖，好不好？无啦，那拢因咧叫啦，嘛全场的，哦，这不是有千几个人吗？然后1、2、3，哎，谢谢。啊，今仔天气有淡薄仔冷，淡薄仔寒，啊，恁着爱穿好烧，回去面不要较好烧，知影无？哦。所以，你唱啥物歌嘛？袂记住。好。讲到2020年呢，我相信呢发生很多大大小小的事，那有一些不好的事情，就用这一首歌，我们就把它带到天上去，然后呢迎接新的、好的、善良的事情进来，带来这一首《放风吹》，谢谢。你有看台视生生世世有无？啊，你拢有看知啦？有夜夜唱的，我看到无？这条歌有听过嘛？夜夜唱的。哦。感情亲像风吹袂飞，云无会吹。冷冷的风来讲情话，真情假意。
阵雨，一阵风，风吹人甲咱孤孤，我的心可比风吹遐艰苦。风吹过，风吹过，行你陪，走无人来陪，旧情深深永远藏心内底。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。我的饮酒一杯，放在心肝底。放你飞，你紧飞，天边海角无边际。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手电啊，甲泡开，手机啊，有电啊，手电啊，泡开，手电筒我打开好不好？哎，谢谢。哎，好久不见哦，谢谢我的粉丝，谢谢。是我的粉丝，再尖叫一下。感情深深，风吹日归，归无。风吹人甲咱孤孤，我的心可比风吹遐艰苦。风吹风吹过，行你陪，走无人来陪，旧情深深永远藏心内底。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。我的饮酒一杯，心肝底，放你飞，你紧飞，天边海角无边际。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。我的想你永远藏在心肝底。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谢谢，谢谢。掌声欢迎许富凯。我手好冰，不好意思。怎么穿这么少啦？太少了，太少了，是不是？给个掌声吧！谢谢富凯的粉丝。哇，每次看到富凯的粉丝，他们都超热情，他们也是下午很早就来到现场。有啊，听说有吃板的哦。对。啊，给我们这一些那个中破赛，中破赛鼓励一下，是不是？对啊，那个。但他们就一直从我们前面经过。对啊，哎，很像餐厅秀。等一下，富凯，容许我先补充一下哈，我们桃园市议员陈志文议员有来到现场，陈志文帮我挥手，谢谢。议座，待会要帮我们摸彩哦哈。哇，再次给富凯一个尖叫声，超好听的。那富凯，我就要问你了，到底我们还要等多久？什么东西？新专辑哦。专辑呢会在我跟你说哦，今天是礼拜日，是，所以今天就是礼拜日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。对，对。所以说这个礼拜就会听到我第一首新歌。这礼拜就会听到了，这礼拜就会听到。你们一定要持续锁定你的 YouTube 频道，对不对？还有YouTube 频道，还有我的粉丝专页 IG 都会有。哇，真的是非常的期待，因为睽违将近2年的时间。2年，这2年。这2年你发
生了很多事哎。拢咧卖回这专辑。没有，但是要说2020年对你来说是很特别的一年，因为你从年初忙到年尾耶。哦，我真的很幸运，我跟其他的艺人比较起来，我真的算是很幸运的孩子。可怜妈做五波比。是年初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很多的工作都停摆。那刚好呢，我在这边也宣传一下。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去拍了一部歌仔戏，民视的歌仔戏，唐美云老师的歌仔戏，叫做《远博 K 仔》。在过不久的将来，应该会在民视或是公视跟大家见面。对。所以你在里面就是唱国语吗？对，唱国语。是。但是大家想象的国语可能就是我心呀北北这种比较传统的歌仔戏。对。但是在这个剧里面的歌仔戏呢，其实有一些新的元素在里面。比如说新的编曲、新的唱法，不再是你们想象这么传统的歌仔戏。OK， 所以它是传统跟创新做结合的歌仔戏。而且花了1亿吧，我想。真的假的？这个剧花了1亿。孟婆客栈，对不对？对，请大家持续锁定民视啊哈，就是不管是锁定富凯的专辑、新歌，还有这一出电视歌仔戏，也都要期待一下。但是各位所有富凯的粉丝朋友，你看我们许富凯会唱，然后呢，这个会主持，会演戏，会唱歌仔戏。那要不要就带着这满身的专长来开个个人演唱会？你们要支持吗？压力很大。压力很大啊！那如果就真的，我们直接带着大家登上小巨蛋，好不好？妈这不行，小巨蛋的那个能量要更大一点。我们跟着许富凯一起登上小巨蛋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可以，而且妈祖有保佑。你们讲的哦，来，如果要去看我的演唱会，在小巨蛋的雅吉亚去，我要干嘛要我？你看，全场好不好？这表示我的举2只手起来了。你们拿碗也没关系，也把它举高，就当做拿筷子也可以。好，你们讲了哦。好，我再想看。今天很特别，而且我们2020妈祖升天祭在今天。对啊。我觉得一定会，我们今天许的愿望都会实现。阿弥陀佛。你好，阿弥陀佛。因为本人呢，就是就像我进入歌坛一样，也都是误打误撞的。虽然小时候开始刮球比赛，但是从来没有想说要把歌手这个当做职业。对，那我觉得一切都是老天的安排，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唱歌，我想这个是我很重大的一个责任在，但不得不说，歌。对，这几年你也累积了非常多的能量，谢谢。然后也累积了非常多的观众跟粉丝，就是听到你的歌声，我们都觉得好舒服，然后就很期待你唱歌。所以富凯无论未来，我们有没有登上小巨蛋，我们新专辑、新的戏，或者是就歌仔戏唱太好，就之后去唱歌仔戏。哎呦，或许呀，对不对？都要支持，好不好？今天这么特别的日子里，我是不是要唱一小段歌给你啊？对，我每次有富凯的场，我都会要求他清唱。找一个无人熟悉气氛的所在，烧酒一杯、2杯、3杯，当作是笑话。无聊的祝福，今嘛我无想要讲一首歌，离开因两个，话你喏，找一个的所在，困苦1暝、2暝、3暝，醒来自由飞，对因来祝福，踏着轻松的脚步，心所爱的人再会。其实刚刚前半2首歌我都是唱对嘴的，才是真的是这个。我跟你讲，我接受，可以，好不好？太爽了，可以听到清唱的版本，真的太喜欢了。哎，有录影的哈，待会分享给我，分享到富凯的 IG， 然后我会去下载下来。谢谢满满，谢谢。好，哎，以后我们见面都要有这一段，一定要啊！对，我太喜欢听这个版本了。这是我们见面礼，非常好。接下来。先拍照好了，好不好？先拍照，然后我们就进入第3首跟第4首歌。好，来，麻烦把我们富凯 Henry 的牌子举高高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来。啊，你们坐在那边，如果觉得手空空，可以跟我比个爱心也没关系。可以。富凯，对。富凯，第1张你单独，第2张我加入哦。好，来，前方的摄影镜头，我们先比个爱心。在今天桃园妈祖升天祭，
我们也把这一份福分分享给现场所有来宾好朋友哦。好，我们一左一右，也是将你的爱心举高高哦。3、2、1，好，谢谢。谢谢大家。接下来邀请许富凯带来第3首歌曲。这一首歌呢是我自己写的歌词，然后呢是写我爸妈的。就是人生当夫妻这么多年，想说替他们留下一个纪念。一首歌，给他的礼物，给他们的礼物叫做《我的世界只有你》，谢谢。来哦，手就安起来啦吼，我知你食物件较不方便。菜，互你不免山珍海味，你嘛赶快食甲笑眯眯。饮水饮水吐槽是念酸甜，因为相爱所以无紧闭。三句拍开，不管一年四季，心情拢是双双搁对对。枕头顶面全是你的气味，讲是讨厌嘛已经惯势。我的世界只有你，敢是红线牵到底？是心灵来无比，还是天公相创治？予你做我今生的知己。我的世界只有你。我甲全部拢予你，不管是啥物代志，只要你平安欢喜，逐天会当笑眯眯，就是幸福的滋味。这是属蛇吗？哦，冰冷的气味，一支红一支青，双人世界。千帆搁甘甜，一点面霜，一边我，一边你，一世人就安尼过日子。我的世界只有你，敢是红线牵到底？是心灵来无比，还是天公相创治？予你做我今生的知己。我的世界只有你，我甲全部拢予你。不管是啥物代志，只要你平安欢喜，逐天会当笑眯眯，就是幸福的滋味。煞咧，但这个所在一定要讲一段好话，祝大家伫2020年都会当身体健康万事如意。虽然呢，过几个月就要2021啊，希望呢，在明年大家可以听听我的新专辑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一定要保重，身体要健康。如果好的话，尖叫声来一个。我的世界只有你，都是红线牵到底。是心灵来无比，还是天公相创治？予你做我今生的知己。我的世界只有你，我甲全部拢予你。不管是啥物代志，只要你平安欢喜，逐天会当笑眯眯，就是幸福的滋味。幸福的滋味，我的世界只有你。谢谢，我的世界只有你。大哥，你咧甲恁某视讯哦？你来，我甲伊视讯一下。这是啥物人？嗨，你好。嗨，还无啥？你嘛唔知哦？安尼，嘿。你好。嗨。
好，祝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好可爱。好，再来呢，要唱最后一首歌，今年搁再胜利，谢谢。一切亲像在梦中，离开已经几多年，也无再想你。凄凉的暗暝，望有大失眠。无缘的为何来离开？也想着心伤悲，想讲错你甲我对你的情意，过去啦，无缘的，今夜搁再想你。也无再想你，你的声音引我心去迷。无缘的无论去倒位，我会永远思念你。虽然我会知影你甲我已无缘。再想你，一切亲像在梦中，离开已经几多年，也无再想你，凄凉的暗暝，望有大失眠。想着心伤悲，想讲错你甲我对你的情意。你了想无？过去啦，无缘的，今夜搁再想你。再一遍啊！过去啦。新歌喽，请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许富凯的粉丝专页。